继续来到新北市的板桥，离这个冠民大道一条巷仔底，有一栋5层楼的公寓，中昼这个1楼突然间庆出着火焰，而且传出有民众掉伫厝内。这个消防局紧急调派着68个人到现场来灌救。这个火2点左右来拍发，厝内底一个80多岁太太已经明显来死亡。根据着目击者来表示，一开始有闻到这个加速味，尾啊就是爆炸声甲火焰冲出来，所以无排除是加速爆炸引发着这个大火。消防队员为火场救出着2个人，一个是20多岁的男性，一个是30多岁女性的移工。虽然身躯有烧着伤，但是家在意识清楚。但是80多岁这个老太太死伫火窟，火烧厝的原因爱搁调查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